新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5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伫苏花路龙大高线新路崩坑往北发生严重的车祸，这是因为沙石车的司机细心无打动，连续弄到头前16台车，造成1个人死亡，11个人轻重伤。行车起落去翕浪潮的时阵，车向前冲，煞甲头前的车拢变形，弄做一团，有人卡伫车内，还佫有重机驾驶加入车底，警消赶紧去抢救。有人压在底下，快来帮忙！车祸发生伫24下晡1点53分，苏花路龙台九线118公里的所在，新有崩坑上北线，57年出的山石车驾驶向警方表示，看到头前踢车未负打动啊，不过要经过驾驶咧讲，迄时阵崩坑内底有需要让救护车行，车流自发分作2道，都听到后边传来浪的声音。一个卡伫车内生长的查甫人被救出的时阵无喘气心跳，送医抢救不治，另外有11人轻重伤。11位里面有1位重伤，2位中伤，有8位是轻伤。那轻伤的有些经过治疗以后已经出院了，其他都还在医院中积极治疗之中。这连环车祸包含5台大车、10台自小汽车甲1台重机。既然监理站说明，这摆事故车辆并无违规无格的案件，调 GPS 速度记录，肇事的车辆伫崩坑内底，驶速度拢伫40公里以下。相关事情已经由警方考虑分析。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海军陆战队662里有4个官兵涉嫌偷卖咱的国军刺针飞弹的发射筒。桃园的检方发动搜索，嘛向法院甲因申请羁押。桃园地方法院伫昨暗裁定2个人收押，1个人以10万块交保，1个人请回。也若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即马有回应讲，一定会配合司法的调查，嘛会处罚不法的人员。军方检出海军陆战队662旅重大军品盗卖案，这件飞弹发射筒疑似遭到外漏。检调进程，查到一个乌邦军火库，发现有大量新式现役军品。透过对查来源甲清查配合，确定为国山陆战队662旅流出来。这上会情报官、一个士官长甲2个中士涉vụ重嫌。桃园地检署23搜查陆战662旅。初会真济个军事官承办，24令1人交保，各向桃园地方法院声押4人。讯后就其中被告1人交保新台币10万元，那其余的被告4名的部分，那认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桃园第2裁定姓王姓王的被告涉犯5年以上重罪，而且可能有串证，有伫羁押或禁止接见通信。姓柯的被告无羁押必要10万块交保，姓周的被告犯罪嫌疑无够，有伫撤回。因为这案件牵涉国防军购这机密，照检察官请求，无解释详细羁押理由。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经过查证，确实有98年双年中刺针飞弹射击了后发射筒1粒，会配合调查清楚，也严格处罚检讨牵涉违法的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即马传出外口有查某逼出婚外情，伊本人有出面回失礼，也若昨暗，伊嘛透过面册宣布讲，伊要退出2024明年的立委选举。民进党是回应讲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也若这嘛影响高雄立委的布局。被验出甲疑似中国籍的女子婚外情，民进党立委赵天麟经过一个暗时，24早起亲身出面回失礼，承认一切。在这个记者会召开，实在是我非常惭愧的一个时刻哈。那这个多年前，这个发生了一段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感情，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难过，那也受伤。那说实在的，我相当的自责。这风波牵涉中国籍人士各方敏感议题，互外界一直讨论。赵天麟24暗时宣布退出2024立委选举，无法度继续拼4连霸。民进党发言人杜冠廷回应，尊重当事人的决定，后续交由大选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行为很不应该这个也应该要深知的检讨。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责任对家庭还有对社会说明清楚。这个是他无可回避的责任。
经常清和赵天林也出感情台，牵动民进党高雄市第6选区立委提名布局。港选区竞争对手第2赵天林退选进程都陆续表态。这位女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跟你的职务上有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你有责任，必须要向社会大众交代。呼吁我们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副总统，还能够勇于面对这个事情，迅速调查。赵天林的政治道助力完整，不伫个2018年投身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对即卖市长陈其迈，当年深耕地方，要被招朱地兵顺利当选高雄市议员，即摆要拼立委4连霸，说伫选前拼出分外情，互民进党定调即摆大选爱总统胜选，高雄立委席处全雷打的算盘，完全拢拍乱去。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天气拢真稳定，各地拢是这份好天的天气。咱同齐来看云图。伫今仔日，咱各地天气拢感觉真舒适，敢若伫基隆北海岸东部会落地渐雨，过到了后是中南部的山区卖落阵雨。温度的方面，北部、东部高温是28度至29度，也若今仔日中南部上热时高温会升悬到32度，也若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所以民众若是有要出门，早暗就要加满一领衫。也毋过，这款稳定的天气，敢若维持到明仔载尔。明仔载暗开始，北部就开始落地渐雨。拜五东北季风增强，天气拢会明显转变，各地拢有可能会落13、18雨。若伫遮方面的所在，温度嘛降低，温度会降到剩23度至24度。镜头来台南的安南区、永实专区，最近蛤蟆是死规堆。在地渔民即马是质疑讲，因为附近有3座土沙场，伊是认为讲，这土沙扬飞，这会影响水质，害蛤蟆死去。也毋过工务局是回应讲，伫遮本来就有2座，若第3座是还未开始用，认为应该毋是这个原因。也毋过市府嘛讲，因会搁一步去了解。原本伫土内蛤蟆煞规个匍起来，甚至死一堆伫岸边。这是台南市安南区永实专区，城西里遮有渔民指控，长期以来附近的土场每若透风，土沙就会四个飞，甚至落雨就沙水流落大摆内。地属渔民的蛤蟆壳水质的反射甲污染，渔民23嘛到议会向店市长黄伟提定情。唔通个互伊延期，个甲阮做去回收，安尼阮带规章来市政府。要抗议要看白布料啊啦！土场啦，迄粉尘啊飞起来吼，迄落去 pH 值拢会变化。渔民指出，蛤蟆上少损失8成，了上百万，希望政府唔通个核准土猪场设伫咧城西遮。经过了解，具体安南区城西原本就有2座土猪场，若第3座土猪场伫咧109年送件新兴设立。面对渔民指控，公务局嘛回馈讲，新建难到单也未应允，因认为蛤蟆的死和土猪场无直接的关系。另外，毛土猪场的公司出来表示，完全照规定咧做，有设蓄水池、雨刷，会使沉底。它以时雨量最大的时雨量来设计沉沙池、滞洪池的规模，会因为进流水跟排放都取得一个正常的流程。后续我们会依照这个土石帮的管制条例去要求土质厂的业者做好这个，不管是环保的部分，或者是这个分类的部分我们都有规定在要求。农业局讲会委托第3公证单位去按场附近针对水质甲土壤采样做检测，会搁进一步了解蛤蟆死亡的真正原因，并且做改善，严格把关保障渔民的权益。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内历史上介久的文学月刊，又是文艺宣布12月份的月刊出版了后就要停刊啊！出版界人士拢感觉真唔甘，停刊的消息嘛，互真侪创作者甲读者错一条，感觉真感慨。来关心《自由时报》。台湾甲加拿大第3方共同宣布，已经完成投资促进甲保障协议的谈判。咱行政院总谈判代表郑振中伊表示，这个协议是最近这几档国际之间签的投资协议当中，提供投资人上界完整保障的协议。这是对咱台湾的企业去全球投资布局会真有帮助。继续关心联合报，中国军机直头绕台，加上即马有俄战争以下战争，
和平和战争的选择，即马嘛成做每年2024总统大选的焦点。移民业者即马就表示，其实因发现讲有袂少人即马已经用卡咧投票，这是因为讲咱台湾出现30年来上界明显的移民潮。过去这一档去问讲安怎申请移民签证的数量就加3成。继续关心来选举，这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早举办伊第7场的国政发表会，发表伊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内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争取新住民的支持，伊是提出7大主张。另外，伊嘛有讲到拿白合，侯友宜是讲伊无一定爱做正的。啊，毋过即马民众党的瓜文哲是指控国民党哪亲像大党咧欺负小党，拢无互伊选择的空间。目标打造公益社会，互需要人拢会当得到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4召开第7场国政发表会，甲重点放伫社福政策，提出5大方案，包括强化儿少保护、健康促进行动、身心障碍者权益促进行动、强化身心障碍者社区支持、优先自主的高龄生活环境、推动社会安全网2.0、强化保障经济安全。尤其囡仔心理支持方案是延伸到各校啊。那推动学生辅导法修法，赖清德当行看讲，那当选会定期甲社福团体见面。那社会救助法应与时俱进的调整中低收入认定标准，扩大社会安全网，让更多有需求民众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积极协助低收入、中低收入户的高中职、大专毕业班学生预备生涯衔接。国民党侯友宜去台南提出新住民政策7大主张。那有新的新住民全面纳入健保，推动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缩短到4年，建立全国统一平台，设立新住民语言中心，而且成立移民委员会。不过拿白合一直拢无共识。侯友宜讲，要阁坚持做正的，挂号2个人的名伫咧同一张选票顶悬，要互拿白合有更较侪空间。不过郭文哲下晡直接讲，安尼像大党伫咧打压小党共款，硬要逼分，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要甲赢过赢，毋是要赢这场选举。逼婚，你知道？而且连那个选票都帮你印好了，只有柯侯跟侯柯，他完全没有让你选择的余地的。他一开始说我可以当户的，是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赢，他才会这样讲嘛。我想是这样的哦。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讨论合作的，也没有说不能合作嘛。我不逼婚啦，我你情我愿啦，坚守承诺啦，安尼是较重要。所以政党合作是全民的期待。我嘛希望顺顺利利，会当大家结婚有成功。国民党强调讲，组成联合政府，嘛话讲爱提出互双方拢同意的比赛规则。因为侯友宜讲伊并无逼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校挂配也是挂校配拢会使，两个人一定爱伫选票顶悬。不过今嘛传出跨国合作有3方案，包括由郭台铭推荐副手的人选，比较特殊的模式，由郭台铭担任有实质影响力的角色，或者是比较顶一届大选。由郭台铭推荐人选冠名民众党无分区立委，不要预设任何的立场，而且2个人的慢慢谈，总有一天会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侯友宜嘛甲郭台铭发声，会当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人黄素修是爱国民党顾全大局，会当互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实现拿白合。记者综合报道。亚那台东县长姚庆玲是带团去北京访问，伊有和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伊是希望讲台东的往来设家会当伫12月份的时，搁袂去中国。不过对方是硬讲，若是反台独，一切就拢好参详。有学者即摆就分析讲，咱爱注意中国会用经济手段、用商业利益来逼咱台湾人去接受中国的政治观点。带团访问北京，台东县长姚庆玲23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目的就是希望台东的往来设家会当伫12月3月全面启动销去中国。这一次我们总共有41家包装厂，涵盖了台东几乎所有的凤梨世家农。我们这一次经过我们严格的品质管制，透过一系列的 SOP， 我们几乎是达到有害生物零检出的一个状况。中国伫2021年9月已检出巨型为由，禁止进口台湾设家。今年6月，姚庆玲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争取往来设家事中，中国解禁台东25间公园3间包装业者，即摆姚庆玲过去中国争取，业者期待也强调已经做好准备。我们都乐观其成啊，经过3天的教育训练，然后最后场地设备也都验证合格了，才取得
这个合格证书。生产履历基本上涵盖大部分的凤梨世家生产业者。只是宋德公重视农渔产品使用问题，也毋过也讲明前提是两岸拢是中国人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都好参详。尤其22月是往来设计三季，佮拄着台湾大选进程，佮较引起政治联想。是否对于北京而言，他想要透过这样的以商制政，以这样的一个贸易商业的利益，来去逼使我们台湾必须要接受，这个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或我们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国台办6月宣布解禁大东关往来设价进口，陆委会批评中国疑似对台其他关系农民利用政治性采购进行分化甲统战。农业部是继续辅导农民，外销设价到新马制米家种地，扩大国际新兴市场，确保农民收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第3天是针对加沙地区哈马斯发动400架空袭。巴勒斯坦的官员即马是表示，才一暝时间尔，当地已经超过700个人死亡。将囡仔脚碰在手一直针，这是最后的告别。路中进前，爸爸拒绝将布砍伫伊的面，因为牺牲历史应该被看到。以色列表示，只是针对加沙哈马斯目标发动超过400摆空袭，消灭哈马斯指挥官拍到在准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武装分子，直接并体被摧毁，有人呆伫土石下骹。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一暝时间数百人死亡，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医疗设备因为轰炸破坏，电力无够关起来。这表示，若以色列军队伫准备好战车大炮发动有期的地面作战之下，加沙死伤会搁较惨重。以色列表示，毋是将百姓当作攻击目标，是哈马斯利用百姓做掩护。哈马斯表示，24早起搁发动一轮新的火箭弹攻势。哈马斯驻守黎巴嫩的代表讲，这是种族灭绝战争，呼吁停止轰炸加沙。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国家甲联合国爱采取行动。والتي تنتهك كافة الأعراف والقوانين الدولية。迄一天，伫我黎巴嫩边界附近看到以色列战车出现，有伊人伫背后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甲以色列武力对抗局势愈来愈紧张，双方逐天拢咧相战。以色列战机最近这几天各攻击叙利亚、黎巴嫩、加约旦河西岸目标。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以色列即马是打算要出动地面部队对地面去攻击哈马斯，美国嘛有派军事顾问去以色列，因是要求哈马斯爱承担人质。这场冲突爆发到今，已经超过5000个巴勒斯坦人过往，当地在加沙地区是真惨重，因为当地欠物资，病院嘛无电。军南韩军力开始组织，军方高层来到海军基地巡视动员状况。以色列进行宣布强化对加沙走廊的攻击力量，目标要彻底扫除哈马斯。זאת תהיה התקפה קטלנית, זאת תהיה התקפה משולבת מהיבשה, מהים ומהאוויר. עשו את העבודה שלכם. 以军的行动和各界忧心加沙战火演变做区域冲突，美国已经增加中东的部署，严防升级的风险。同时派军事顾问去以色列，持续予以各方援助。不过，北京否认有对以色列发令。谴责伊朗暗中协助哈马斯，强调即马毋是停战的时机，因为即马哈马斯手头还有数百个人质。美国总统拜登23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重申美国争取人质释放的承诺，佮呼吁持续提供冲突区的人道协助。目前加沙走廊被以色列围困，庇护所的民众已经陆续找到食米和水。不过，当地230万人需要更加多物资救援。وبعد هيك نظرا لضعف الامكانيات وقلتها يعني سنوقف هذا العمل لعدم توفر الامكانيات. We have more than 40 trucks waiting by the border, along with plenty of other humanitarian agencies who also have high numbers of trucks that are waiting outside. 因为以色列救援燃料实施断水断电，真侪病院和庇护所有高度的风险。另外，礼拜到拜日24点钟内有436人因为空袭死亡。冲突爆发到今，已经超过5000个巴勒斯坦人失去性命，其中有2000外个囡仔。公视新闻杨岩编译。
以色列即马准备要对哈马斯伫加沙地区的据点发动地面的攻击。另外，埃及也有卡达即马已经有介入协调，哈马斯已经算嘛个放2个妇人人，2个拢是以色列的查某人，一个79岁，一个是85岁坐伙人。以色列即马这边表示，哈马斯会开始放人，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军事压力造成影响。哈马斯下底卡松的处理，传去网络顶的影片显示。79岁古博甲85岁利夫西兹由后面的历史理证书交予国际红十字会人员。了后，以色列空军出动直升机，甲2个人载去迪拉维夫的病院接受检查甲医疗照护。针对这点，人伫卡达首府杜海哈马斯前任领袖马夏阿尔强调讲，卡松历史里本来就愿意甲封关起来以色列民众放出来，问题是伫以色列政府的态度。حريصون على أمنهم إسرائيل هي التي قتلت أكثر من 22 منهم بسبب هذا الدمار فإذا كان نتنياهو حريص على هؤلاء إذا كان الأمريكان والأوروبيون حريصين فليجبروا إسرائيل أن توقف عدوانها 不过以色列除了持续准备发动地面战，而且空袭伫加沙的哈马斯据点，还佫主张哈马斯开始放人，就是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So these people aren't humanitarians, they are bloodthirsty killers. And if they are releasing people, it's because they're being compelled to do so by the pressure we're placing upon them. And as that pressure increases, I believe you'll get more people out. 到伫加沙持续受到以色列空袭的时阵，以下双方伫埃及甲卡达的讨论之下，当伫谈判对加50个人质放出来。不过，也有一个问题是，甲以色列民众绑走的，不一定敢若是哈马斯。以色列时报指出，无共派系伊斯兰圣战组织。讲因手头有30个以色列的人质，另外还有其他失踪的民众，可能去有其他巴勒斯坦的团体，唔知藏伫倒位。这拢互人质的家属心内是真着急。其中画面内底即个挂目镜的查甫囡仔欧哈孟德，23才打满9岁，嘛伫10月初7迄天失踪。不过到底是去有倒一个组织或者是团体绑票，目前拢无消无息。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之前，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一个当地休困的机师，伊叫做艾默森。伊休困的是坐家己公司的飞行机，啊，毋过伫飞行机顶，伊竟然想要甲飞行机的引擎禁掉，这是造成飞行机摔落来危机。加在现场互风阻挡，伊嘛当场互抓起来。尾啊，伊是互以83项谋杀同罪互起诉。We've got the guy that tried to shut the engines down out of the cockpit. Doesn't sound like he's causing any issue in the back right now. I think he's subdued. 这件空中惊魂发生伫阿拉斯加航空 A 组公司太平船航空44岁休班中的技师艾默森，离以当时的身份，坐自驾为西雅图飞往旧金山的班机，坐伫驾驶舱另外座椅，飞行途中伊突然想要启动机顶的灭火系统，这造成引擎燃料互切断，煞失去动力，造成飞行机摔落来。迄当时机顶有80名乘客，将驾驶随将伊制服，随后转往波特兰机场，佮安排乘客转机。艾默森航空83项企图谋杀罪、83项危害他人安全罪，加1项危害飞行机罪，上紧立即出庭。联邦官员已经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阿拉斯加航空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正副机长反应真紧，过程中飞行机引擎都保持正常运作。这个事件也无涉及任何武器。事发了后，机组人员向乘客表示，艾默森精神失控需要落飞行机。专家分析，这将是调查重点。Look at this individual's background to see if there were indicators early on that his own airline and the pilots that fly with him day to day didn't detect or didn't report. FAA 资料显示，艾默森伫加州旧金山郊区有房产，已经结婚，有2个囝。厝边也表示，伊是一个正常爱家的查甫人，对于这个事件真意外惊吓。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巴冲突已经这2礼拜，法国总统马克宏今日会去以色列甲巴勒斯坦访问，会展现平行外交。马克宏是表示，伊支持以色列，不过伊嘛要求爱保护巴勒斯坦的百姓，伊嘛呼吁国际爱合作，同齐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继续关心美国下党派参议员，伫今日是阁提出台湾关系强化法案，
因是指出讲，为着要防止中国透过经济甲政治来影响台湾，希望美国政府爱透过成立下部会议台湾政策工作小组，来提升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的听数，全方面提升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继续关心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将近2个月拢无公开行程，外界即马是怀疑伊涉嫌贪污红编起来。早暗中国就对外宣布要免掉伊的职务。另外，李尚福甲中国前外交部长郑光嘛拢互人撤销国务委员的职务。学者即马是认为讲，这是习近平咧整肃官员。其他消息来关心，海巡署的南投南昨伫基隆港的时，雄去弄着港喙，造成查找的人行道破去，加在无人经过。海巡署是表示，这是因为设备有各样才会冲出去。若南投南本身是无啥物问题，所以会继续走。码头修理的费用，航务公司即马表示，这海期对港区的营运无啥影响，也个修理爱开23万。由封锁线抗塑胶笋，警官报道毁损，河岸断去。江边的阿摩土地突然起一角，现场变安尼，原乡都是这只南投南。你要把付出去啦！啊，这个地方这么小，你前几米都唔对啊嘛，非准啊，有这款类型的。可能要掉头，要掉头，啊过来就离啊，弄着足大声。海巡记者孙宏南全身有6册，主要负责台湾东北部南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巡逻护渔任务。23世纪8点外，伫基隆港耍船停靠的时，突然冲浪码头造成无栈道损坏。好在在报道顶，迄当时无人，海巡解释。检索机信号异常，无出现正确信号不利操作。舰上人员均安，不影响航行安全及本分署勤务运作。后续由港务分公司提供维修报价及期程，本分署将积极配合修复作业。南艇这一浪报道大面积毁损，海巡大型配合修复加赔偿。港务公司估计维南维修费要开23万，已经请厂商处理。码头面的毁损，目前也在估计。操控在上有失误可能撞击这个码头以及人行的围栏。根据包商的叙述目前正在带料当中。那如果整个材料备齐之后，大概在3到5个工作天就能够复旧。事发地点只提供公务船停靠，也不过港务公司表示，对港区营运无影响，也暂时无航案记录，因为受损范围主要集中伫维南，也不过关经栈道破一大坑，都惊有安全记录，复原进程禁止行人行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17岁的少年囡仔，今年5月份的时，伊去高雄苓雅区的监理站，伫2楼遐按太阳能板，却无设置对2楼悬所在摔落来，送病院不幸过往。即马死者的妈妈是发现讲，囡仔做事的环境拢无防护设备，头家嘛无替囡仔投劳保。伊才走去劳工局申诉，不过尾收到回应讲，这囡仔和头家毋是头家和新郎的关系。调查了后，有可能是老爸找囡仔去做散工尔。即马业者，不过业者无提供任何的防护设备，所以依照这案法，业者嘛爱罚款12万。我也希望我儿子会是最后一个。有效的17岁学生将机尾无救回来，妈妈心痛，也追查囡仔死亡原因。所发现迄当时伫高雄苓雅寮监理站，伫这个外2楼悬边顶装太阳能板的学生，竟然无任何防护措施。护具，然后跟一些围篱，可是因为当下那边都没有准备这些东西，从这样子大概2层楼高，就这样子突然掉下来了。后生死亡才发现，雇主无投保劳保，事后也要求其他的员工替伊暗砍工作事实，只好家己找证据，策动其他工人自灭，也提供派工回信等对话截图，和高雄市劳工局进行申诉。劳工局刷回互家属，认定双方有雇佣关系是主观的裁决。赖的对话记录也有一些功能的佐证资料，签了自愿书。我都递上去了，为什么他们会给我这些答案？那这个部分，劳检处就再次检视全案资料以及家属所提供的文件，但仍查无明确的事证，可认双方具有雇佣关系。
罗江桥表示，少年父亲家己讲，业者是请用伊装太阳能板，少年只是来帮忙，有相关人员证词会当证明，才认定无雇佣关系，有申诉证会当随时申请。林阿廖江旅长回应，指出租场地细节无清楚，已经要求租地的厂商后手爱依法办理。只是少年母亲提告业者业务过失致死了后，立法规定，加上讲业者承认是雇主，也申请赔偿调解，也予伊呼吁政府重视公安，唔通互家属想要讨公道，也会家己找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的菜有较贵，因为进前的风台是一个刷一个，但国内菜市价销一直拢无落。亲像即马伫台北的菜市啊，买一粒高丽菜差不多要200，啊，另外卡马豆、大东啊、番姜啊，一斤挂价嘛拢已经超过100。农粮署是表示讲，有可能要等到后个月菜才会较俗。还有需要什么来看看呢？菜市仔内菜单啊顶面各种菜色满满是，和以前随来随去无共。即马真侪民众伫买菜之前，拢爱询问介绍才认钱。是很贵啊！以前最便宜的时候一颗到几十块，现在100-200块啊。那现在还买不起啦。你只要是高山的那个尖尖那种，就是200多这样。他们很厉害啊！你看，我刚才讲买2个玉米就170，要吓人。感觉菜色变贵，真侪人唔是减买，就是规气买买。因为台北市市场高丽菜小卖一大斤大概是120到160块，等于一粒高丽菜至少要200块。连逐工开市做生意的菜贩啊，嘛直直讲菜色批发变贵，希望菜价会当赶紧回稳。今年很贵啊，我们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菜啊。那这样会不会不好卖啊？不会啊，因为我的客人是固定的客人。另外点心担、包水饺也是真饺拢爱用的高丽菜，也甲汤丝仔菜这寡菜色价钱也阁真悬。业者惊起价，人客也走了了，只有年经做生意。成本各方面就比较贵一点，像菜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买啊，没办法。我们水饺也不可能说今天卖这个价，明天卖那个价，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都很难获利，几乎都是在赔钱。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资料，利时的菜色批发总会介绍，大粒토마토和乌骨仔每公斤是120，大东仔是150，香蕉仔是140。葱啊破200块，显示最近的菜价直直抢悬，互真侪民众制裁袂掉，拢咧想讲，当时菜价才会落软。台风可能造成在当地的那些农产品的品质下降，后面包括我们平地的这个一些蔬果陆续在上市了，所以价格上目前大概已经比较趋向平稳了。农粮署有讲，后个月开始菜色产量增加，又阁无风台来乱，菜色的价销普通会慢慢变冷。民众就免阁开遐侪钱咯。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民生，这是顶礼拜本土天狗日，各有5个人死亡。今年病例数已经有18000多例。验过疾管署是有测讲，今年上严重的时阵已经过去啊，因为已经连续3礼拜病例数拢在降。另外，第流感的部分，顶礼拜是新增加23个重症，其中有2个是囡仔，上细汉的才1岁尔，发病3天就带入去家护病房。最近流感等等，感染呼吸道的病毒是真猖狂，去诊所互医生看的人是甜一甜。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门诊甲急诊类流感就医的人到81000人次，流感死亡的新增加9例，流感并发重症的有23例，死亡个案拢是60岁以上的侪岁人，重症的有2个囡仔，其中南部一个1岁查甫囡仔发病3天就并发肺炎，目前还在插管伫家护病房。肺炎的这个状况比较严重，有甚至导致到这个呼吸衰竭，所以就是插管啊，入住加护病房去治疗。另外，天狗节的疫情嘛，还伫流行期。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1745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而且新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拢是70岁以上的侪岁人。累计今年本土天狗节病例数有到18000多例。疾管署推估，今年疫情高峰已经过啊，而且已经连续3礼拜降低，本土天狗节1礼拜确诊的人数。11月初可能会当降到1200例左右。今年累计有18829例的一个登革热本土确定病例。那我们预估在11月初、在11月中旬的时候，登革热可以减半到每周为1200例的一个病例。疾管署提醒，秋天甲冬天是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等等呼吸道病毒真活跳的季节。呼吁有符合资格的民众，都要赶紧注公费流感、甲新冠 XBB 疫苗，来提升保护力。累计到23为止，
流感公费疫苗已经注302万剂起啊，新冠 XBB 疫苗有34万人已经注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基顶今年有出现20年来的大流，水位有1.37公尺，所以当地人拢受饮水的影响。今年市府就补助基顶的徛家会当设闸水门，也毋过过去基顶遮真侪住户拢是占国有财产署的土地，所以因即马要申请宣布法度提供土地权证。居民溜到裤骹，豆豆行伫饮水街仔，连菜搭嘛用箱仔将面甲踏关。今年8月，基顶大流创20年新高，水位达到1.37公尺。虽然市府今年补助当地住户设防水闸门，其中需要放入所有权证，居民根本提不出来，因为伫基顶遮过去有真侪用户是占国有土地来起厝，所以到今年防水闸门申请数敢若核准3件，有9件也搁在审核当中。以前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淹这么高。对啊，爱尽量政府去台湾帮我上。大家拢提袂出权证啊。对啊，大家拢无法度啊。因土地权就公家的所以你人要申请的时阵，你要叫人提出，就是讲。房屋的迄个所有权证大家总提不出来。高雄市议员江焕忠23伫议会质询时阵提出，希望政府会当放宽申请水闸门标准，其他较低地区嘛应该比较办理。其实每年6月到8月拢是基顶大流时阵，今年拢总有4个里受到影响，其中进行里就450户。里头有450户啦，但是拢总有影响有4个里，基雅里、金陵里、中秋里、中秋里，安顺里小看尔。因为有的是住伫国外啊，互厝边头尾来住的拢有，学生嘛有人只在做啊。高雄市水利局表示，毋若基顶，只要伫海线地区，拢会当申请防水闸门。伫今年补助上悬的金额是3万块，目前水利局嘛已经向营建署来提报计划，来争取9100万来改善基顶地区，包括加灌挡水墙来设水闸门甲抽水机。记者张义辉、区兆勇高雄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家己市的大业实验国中，为着要互学生囡仔会当来学接触科学的知识，有甲家己大学做伙举办下冷级的科学体验，有邀请电影公司来放科学电影，佮有利用 AI 来设计课程，互学生囡仔会当哪学哪算哪思考。家己大学的学生伫台顶甲下骹的国中生来做降落线，做好了后，佮运用 AI 影像辨识的程式。来研究安怎互降落线较慢落落来，这高中生一边研究一边实验，大家学生拢有家己的想法。要选好对的材料，材料可能会影响，就是例如我这个比较大片的，可以充比较多气，可能就可以飞比较久。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在上面先挥一下，然后让它有很多空气再丢下去。家己市用实验创新做教育目标的大业实验国中，甲家己大学合作，共同规划设计科学教育的课程，然后学生有参与的体验，佮放科学电影，透过下课的方式，在科学教育当中加强人文精神。同学们在经历这样的课程之后，未来在他的学习上面能够有各个不同面向的起点。规划了一个上午是人文电影，下午是一个科学探究与实作的一个这样子的活动，让孩子能够先去观察，然后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发现之后，再回来跟知识连结。那在孩子们的一个学习上面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家己大学表示，大业实验国中是市内第一个推动 AI 教育的学校，所以这个课程结合物理、电机甲外语的内容，嘛运用 AI 的工具来斗3工，希望甲过去无同的上课方式，会当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增加学习的效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镜头来中华治水的复兴社区，甲在地的少年人合作，邀请真出名的画家来遮开画图的课程。互大家甲乡内的特色人物，抑个实物甲历史拢总画出来。即阵这作品嘛伫二水车头举办成果展览，带乡亲同齐来看二水的水。时代伫中华关田古迹二水车站内欣赏家己的作品，有庄内的土地公庙、美丽风景，阁有自画像。我想讲画家己啦，我想讲后生头前有花较水，结果袂晓画，怎甲画这件？
阮社区的时代其实本身无啥物画图的基础啦，因为透过这个社长来教社区的时代画图，发现因为社区画图进步真济哦，老伙仔是大人家愈画愈水呢。中华丽水的复兴社区甲乡内的青年合作举办画图课程，互长辈动手嘛动脑，画出一本属于家己故事的册。真侪阿嬷因可能感觉拢住庄脚所在，然后伊感觉也无做啥物啊，无啥物精彩故事，但是以我的感觉是，我感觉因的一生是足趣味的。我想要互因用画图的方式，然后做一本册。活动呢，大家拢真欢喜，然后轻盈共创，甚至说少年人伊嘛带因家己的囡仔吼，然后大家就三代同堂，和乐融融。社区表示，丽水乡虽然是彰化县人口上少的所在，但是愈来愈侪少年人投入社区营造，透过无共世代的合作，唔但长辈变甲有自信，嘛互更较侪人熟悉丽水乡。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要提过国家文艺奖的詹道雄老师，是推动咱台湾歌剧发展真重要的。除了要甲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作品结合家咧红仔演出，伊嘛改编布袋戏咱的国宝陈锡宏老师的作品，要用传统的布袋戏来演歌剧。现场举家咧红仔和民众互动的，就是要提过国家文艺奖的詹道雄老师。伊手里举的红仔真特别，是西洋人的造型，就是因为即届要带领台湾的声乐家、布袋戏艺术和乐师去到西班牙演歌剧，除了甲西班牙作曲家法雅作品结合家咧红仔演出，嘛改编布袋戏国宝陈锡宏老师的作品卡具，因以台语和客语用咱传统布袋戏来表演。东方西方的交流啊，互咱布袋戏甲即个西方藏头戏一个结合，所以这就是咱本土咱国际即摆。那本土那国际，这就是即摆一个口头禅即摆是实在阮那个落实。法雅是西班牙上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伊的作品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詹道雄少年时去到西班牙留学，嘛真尊重这位作曲家，会当甲台湾的文化艺术早去到西班牙交流是一生的梦想。所以除了演出，嘛向西班牙人了解台湾本地戏各种角色的特色。老师伫咧内底，比如讲跳啊内底有加一寡迄个比较有趣的东西比如讲迄个，伊会讲。东海出灵溪，南山出土地，若查某我看，水的拢我爱。这届詹道雄带团去到西班牙演出，是一场东西方的交流，嘛是一种艺术外交。伫咧演出了后，嘛要甲家己红仔送互西班牙法雅博物馆收藏。未来伫博物馆内底，嘛会设立台湾展览专区，以后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拢通伫遮看到咱台湾的艺术文化。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伫日本时代，有一个台语查甫女歌手，叫做陈金花，伊是以艺名英英出道，互认为讲是咱台湾头一代的台语女歌手。伊目前已经食到102岁啊！即摆有人甲伊的故事拍出纪录片，希望这段台湾文化历史会使互更较侪人知影。伊伫村还阁一条日本歌有个水仙咯哈呐。啊，搁一个草花年，迄阵台湾阁无用小径拢无，迄阵就纯纯甲爱两个以外无人知。已经102岁的陈金花是台湾第一代台语女歌手，伫1938年以艺名英英发行《日日春》《地花女》这歌歌曲，连台湾知名歌手洪辉辉、江辉拢捌翻唱过伊的歌。即阵陈金花的故事，互人拍做一支纪录片《一蕊金花》。家族历史也好，或是跟相关的时代的一些记忆也好，包括带着我们走到淡水沙仑那一带，可能也有一些地理的一些记忆。那就是很像是从一个小小的家族简史去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框架、一个样貌，因为那些时代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可能我妈讲，我们都觉得不当一回事，你知道吗？她怎么出跟他们高雄一样不一样？陈金花迄个时代的台语歌历史，毋但现代人无了解，连伊的厝内人拢无一定完全了解。2018年选台北市长失败，转战电影界的前立法委员姚文智，真支持这出纪录片，认为通重新发现台湾文化的深度。台湾人开始创作家己的歌谣，台湾人开始甲世界闻名了哈，就是大家看那个留声机、黑胶
唱片的制作。透过这部片子，大家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导演王明霞表示，这出片除了有国内的放映计划，也有规划要报名国际的影展，希望透过陈金花的故事，让国内外拢通看到台湾台语歌谣的历史。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因那1934年伫新竹怀山出世的朱钦红仔册画家刘兴钦，过去是以阿三哥大进步的红仔册人物开创咱本土的漫画，嘛红讲伊是咱台湾本土漫画的头一个。今年伊是满90岁啊！新竹县的文化局即马伫美术馆特别举办扩大展览，要互民众同齐来了解咱台湾这段红仔册的发展史。厝边阿三哥大金宝是白少50-60岁人珍贵的记忆，也是台湾本土漫画初期的代表人物。册面讲起过去迄段时间，心肝内满满拢是回忆。国语日报出来就大家抢着看啊，这个看轮了第二个看，第三个看，一定要排队抢着看。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3C的娱乐。今年已经90岁，刘兴钦表示，虽然是因为看护的气力无够。老爸介意看护爱比头脑，袂当比气力。自迄时开始，若是遇到困难，就用头脑去解决。最后，这个故事变成国小学生课本的教材。你的力气要是比牛大，你来耕田就好了。我们何必养牛？我们不能跟牛比力气，要比脑筋，要动脑筋。因此，这句话也上了小学的3年级课本。非常的重要。从此以后，我凡是碰到困难，我就动脑筋，就万事解决了。刘兴钦以身躯边所发生的人参故事，画出台湾过去民国60年代发展的历史过程。红仔册也成做真侪人细汉时共同的回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随便朋友。因为为着要阻挡气候暖化，即马有真侪国家拢有提出政策要减少排碳。即马欧洲的瑞典招待省，因已经对外宣布，自2025年开始，因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全面禁止加油的车驶入去。未来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可能袂阁听到加油车隆隆叫的烟铃声。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宣布新规定，2025年开始禁止加油车入去市中心。第一批的范围大概有20个商业街区，希望会当减少空气甲声音污染，提高电动车的使用率。Small steps towards more clean air and better environment is positive. It will be maybe tough the first year, but then people will accept it. 不过议员忧心，新规定影响到生意人甲饭店做生意，对需要跨区通勤的民众真无方便。Meanwhile, these specific policies do not lead to any positive effects. It only harms local businesses, takes police resources to enforce the ban, and also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 and outside of the city that does not have can afford a changing vehicle. 每一项政策拢会有双面效果，虽然有可能对部分民众不利，不过真侪学者专家讲，这是打向正确方向必要的一步。同时，政府要提供完整的交通配套措施。But we need to accompany these ultra-low emission zones with public transport improvements, with cycling lanes, and more ambitious measures related to parking in the inner city. So everything that is needed to remove cars from the inner city, not just replace them. 为了净零减碳，各国拢拍拼伫交通运输降低碳排放。英国伦敦伫2019年就开始实施低碳排区，今年8月底嘛，甲伦敦纳入低碳排区。碳排相关的车入去市区，每一天需要支付12.5英镑，大约493块台币。因那斯德哥尔摩的新规定，可以变作欧洲头一个完全禁止加油车入去的首都城市。公视新闻江文编译。在天气报道这含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
东北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22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